原嚟仲有好多人都唔知，黃皮係非常難得嘅正氣果，因為佢全身都係寶，用嚟煲湯飲呢，喉嚨不知幾舒服啊！特別夏天經常吹空調嘅，又或者屋企人飽飽滯滯冇乜胃口嘅，咁今日你往分享嘅呢啖靚湯呢，就啱晒㗎啦！首先我哋準備4兩嘅黃皮，加返匙羹鹽同埋啲清水浸返嘅10分鐘，咁樣可以劈走表面嘅邋遢嘢同埋濃藥殘留啦。嗱，喺古書《本草綱目》入邊係咁樣記載嘅，其實黃皮咧係理氣而不傷正，滋陰而不做濕嘅，所以每逢呢個季節咧，民間嘅老百姓就會經常用黃皮嚟煲湯煲水飲，又或者係加鹽醃製之後直接食，幫助緩解肚腹脹脹，利水飛啦嘛。跟住洗乾淨之後咧，我哋將黃皮十字剪開，擠出啲果核備用。咁樣啖湯煲起身咧，就唔會有苦澀味嘅啦。然後再將150克嘅鐵桿淮山批皮之後切成細塊，記得切好之後咧，放入清水度浸住佢，咁樣啲淮山先至唔會氧化變黑噶。接落嚟準備20蚊嘅排骨凍水流鑊，加入薑片，簡單咁飛飛水，水滾之後咧，大概2到3分鐘就可以噶啦。呢度嘅小技巧我哋飛水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冚住個蓋喎，咁樣啲腥味需要徹底咁揮發出嚟噶。